新闻来看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推动司法改革案，虽然引起正大的抗议，也毋过七十伫国会一读通过，全国各地又搁开始抗争，总有上万的民众甲往来三大都市的高速公路冻掉的，要俾货车驶上路。民众嘛伫总统佮部会首长的官舍抗议，警方强制驱离，嘛发生冲突。在以色列警方强力追查攻势之下，抗议政府司法改革群众赶紧闪开，也毋过继续发民主。以色列国会7日暗时以64对56票，一度通过总理纳坦雅胡及由联名推动的司法改革案，引爆就伫外口的反对群众怒火。在一透早，示威群众兵分进一路，包含耶路撒冷、特拉维夫甲海法三地，伫交通尖峰的时间，围堵主要交通干道。甲警方引爆冲突，民众杀警方，警方连人带马跋伫涂骹。目前知影各地至少71人互警方掠去，几啊千人包围本古利安国际机场，其害声势是正大。2021年11月，纳坦雅胡甲极右派阵营组成联合政府，以色列重返保守鹰派路线。而且推动的司法改革案，互执政联盟有法官任命权，佮互国会推翻法院判决的权利。反对人士认为，司法改革案涉入最高法院权限，互政治黑手伸入司法，侵害选民权益，威胁以色列民主体制，引爆抗议潮继续几啊个月。To some extent, there's a showdow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promote this legislation and concentrate more and more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elected politicians from the coalition. 反政府声音也扩大到以色列军方甲情报安全部门，差不多300个国防部网络单位、甲国家安全局以及情报部门的后备军人表示无履行职务。工会代表是烦恼抗议潮引起罢工，互经济更加惨，呼吁政府解决混乱的局面。לראש הממשלה, הכדור בידך, לאן אתה לוקח את מדינת ישראל? מה המורשת שתשאיר אחריך? 司法改革法案需要3都建执法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会代表、LGBTQ 性少数族群甲其他族群也加入示威，希望守住以色列最后的民主红线。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。